做山的是，要来甲恁介绍这位的是，阮这班的班会，阮这班的班跳。迄日啊去阮兜吟到阮厝的玻璃破壁地，咱来欢迎大会馆公安，要来为咱所吟的、所写的短歌行。短歌行，走走走，对酒动歌，今宵几何？比如掉落去。一口的开动一空，又是蓝梦和一盖有，唯有多空。情足尽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国定银几斤，是也一边我有家贫，歌声吹声，兵如愿，何时？有情中来，不可断绝。我别多情，往永相存，刻苦但愿，心念旧。教书30不及可以，三不言歌，虽不言情。天下归心。大家听看摆啊，非常有诗味啊，非常有人文的感觉伫咧。后期吼，大家都会记得赶紧来去报名吼，读落去了吼，人做一个吼，自信拢会当自信起来，气质嘛会提高，水准嘛更加拢才提高起来。非常感谢各位下夜来听阮可乐汉语诗词吟唱班，谢谢各位，多谢。非常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文化夜市。